后来，过来是惊险的瞬间发生伫个国道1号土横平镇的路段，掌中道挖道一台大货车倒边的后轮熊熊导火，车轮嘛瞬间落去，这个车轮连出去弹起来，撞到过路的一台修理车。后壁看到这个过程的驾驶讲，都袂输是电动游戏的道具障碍赛，加在无人受伤。 大台火车倒边后壁有火咧烧，连那唔拿离家出走，个冷火来车道，个弄到暗蒙头护栏，弹起来了后，佮飞将近一层楼啊悬，直接击到普式的旅行车车顶，互人看甲心脏强要顶起。 连那火车顶弹落涂骹了后，佮一摆飞悬悬，落尾落伫咧安全岛的草坡。后壁驾驶看甲规个枪冷汗，想袂到赛车驶伫咧国道雪洋洋拄着障碍赛，加在伫咧前远所在就看到，赶紧切换车道才平安无事。 其实早就伫咧意外发生前，挂车道的连接车向向放慢速度拍上黄灯，黄色日布车嘛发觉无对同，正边头前的大台货车赶紧停靠伫咧路径，规台车个起火倒边去，互边仔两台车赶紧打东啊！一名男子驾驶营业大货车行经国道1号北向平镇路段时，因左后轮胎脱落，导致轮胎顶至中央分隔岛，再回弹砸中行驶于内侧车道的另一部小客货车。 所幸现场无人受伤，双方的酒测值均为0。详细的肇事原因待警方后续分析研判。大货车驾驶除了车毁损之外，连那落去嘛，互不过民众受到风台尾，叫警察开出上悬6000块罚单。警察提醒驶上路进前拢会检查车，避免故障或者是零件落去。若是害人受伤，会叫吊扣驾照1年；若是害人重伤或者是死亡，驾照得扣直接吊销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